咁如果香港人選擇喺中山養老嘅話，有邊啲福利會被取消呢？呢個問題其實之前都有好多住戶有問過嘅。咁其實我哋主要就要可以關注一下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啦。咁因為我哋可以通過將長者生活津貼轉換成港島計劃，咁而醫療配套呢方面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實我哋香港嘅醫療券有一部分嘅費用咧係指定喺香港嘅醫療機構嗰度使用嘅，但係如果我哋長期生活喺內地嘅話，可能我哋就唔係好方便去啦，咁就會導致我哋可能冇辦法享受到呢一方面嘅醫療服務。咁樣另外就係如果香港人選擇喺中山養老嘅話，香港福利點樣更便捷咁樣可以領取到呢？咁我哋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內地社保同埋香港福利嘅聯動嘅，比如話雙重參保抵扣，香港居民喺中山繳納嘅社保費用，比如話醫保咧，可以申請抵扣一部分嘅香港醫療費用嘅，降低跨境醫療嘅支出。咁養老金合併同埋領取咧，可以通過我哋嘅灣區社保通呢個平台，去將我哋嘅內地養老金同埋香港嘅長者生活津貼合併一齊放去同一個賬戶當中嘅。